마동. 나가지 말아야지. 네.我们走了，拜拜。哦。 会好看一点，减一点曝光。曝光。
现在在日喀则嘛。不知道，我现在可能要去阿里，然后再过来。丹木镇现在好不好嘛？啊。你让他担心一点，我打他电话他没有回我，我以为他有什么事嘛。哎呦，我想他第一年开车，你跟他说小心一点，慢慢的，可以。这很多都是老的，但是很多。相信我说的。他等会儿会到水里面去的，你先别急，但是身体不要照着太阳。
你们两个证件给我借一下，证件我登记。是不是你的厨房？我这是寺庙的厨房。寺庙的厨房。对，你也在这里面做饭是吗？对，我们一起做的，哦，对，咱们一起。哇，好大。
不是，野猫就的头比它大1倍。怎么回事？不是改道，这条路是对的。
哦，他有照片。马上，不是。哎，他的，也给他找个高头。哦，你不这样。是妈是这个。
都是政府的车，牌照没有都可以开，这就是西藏的特权。